子宫头癌是咱台湾女性着癌死亡的第8名。卫福部表示，子宫头癌早期是无什么症头，不过若是会当提早体检治疗，5年的存活率就有到9成。或30岁以上的，每3年都要做一届检查。一个50多岁妇人人因为惊做内诊，前到搭毋捌做过子宫头抹片的检查，后来某一个会诊，去领3个慢性病药单的时阵，医师甲伊考抗，伊总算去做检查，结果发现有各样。经过追踪是子宫头癌癌情病变，加在有随做治疗，病情并无恶化，才保掉伊的性命。它是 CIN3，也就是重度的癌前病变。那癌前病变，尤其是在重度的呢，其实是有一定的机会，有可能会。如果不处理的话，有可能会继续进展成侵袭性的癌症。医师表示，子宫头癌是妇人人接看的癌症之一，大部分是经过性行为去感染到人类乳突病毒 HPV 所致，潜伏期会当到20年，而且早期并无症状，嘛较好发现。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在民国111年，有600多个妇人人因为去治疗子宫头癌来死亡。因那子宫头癌嘛，正做女性癌症死亡率第8位。乃当早期体检治疗，5年存活率有超过9成，便若拖到尾期，5年存活率敢若剩2成2。90%的女性希望在国中时代的时候都能够接受子宫颈癌疫苗的一个接种，到了去年已经高达91%的一个接种率。国健署强调讲，咱国呼应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子宫头癌的目标，呼吁30岁以上的妇人人每3年至少要做一届公费子宫头抹片的检查。另外，嘛持续推动各中的查某学生注公费的 HPV 疫苗。目前评估女性自的效益较大，未来会参考外国的经验，再搁考虑敢是要扩大到各中的查甫学生公费来做，来降低癌症威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有100